大家好，今日我同家長傾一個好多人都好關心嘅話題：英國讀書到底建唔建議入 grammar school？ 首先我想講，冇一個答案係絕對嘅，最關鍵嘅係你對教育嘅定義係乜嘢。如果你覺得學術成績係最重要，甚至係最大嘅考量，咁 grammar school 其實非常值得考慮。第一，佢性價比超高。一般嚟講，私立學校嘅公開考試都會比公立學校好，但 grammar school 係例外。所以你可以理解為佢係免費嘅公立精英學校。第二，入得去嘅同學學術水平都會好高，而且讀書氣氛好濃厚，注重紀律、專注度都會比較好。但係如果你對教育嘅期望係全面嘅發展，除咗成績，仲想小朋友有運動、音樂、藝術多元體驗嘅話，咁 grammar school 其實未必最適合你，因為 grammar school 嘅方向好清晰，主攻學術、主攻考試。課外活動同埋多元化發展的確係唔及私立學校，甚至唔及一般嘅公立學校咁豐富。我記得我之前分享過一個例子，因為我老師朋友喺一間倫敦北面全英國其中一間最 top 嘅 grammar school 嗰度教書。到咗11年級，即係要考 GCSE 嗰年，學校就會直接或者間接去鼓勵學生去減少課外活動，去增加讀書時間。其實我早幾年都拍過一條片講點解唔揀 grammar school， 但係呢幾年我嘅諗法都有改變。我而家覺得 grammar school 其實適合某一類嘅學生，但係唔適合所有嘅學生。適合嘅係鍾意讀書、追求高學術、唔係咁在意課外活動，但係又想慳學費嘅小朋友。但如果你移民英國就係想小朋友嘅更加開心、更加全面嘅教育，咁 grammar school 就未必係你嘅首選。仲有一樣嘢，家長一定要記住，揀學校唔係家長覺得好就得嘅，最緊要係適合你嘅小朋友。我以前教書嗰陣見過一個真實嘅個案，有個學生考咗入 grammar school， 次次考試都墊底，自信心跌到落谷底，後尾轉咗去普通公立學校，即係我任教過一間，就變咗一個中上嘅學生，咁人又開心咗，自信又翻返嚟，跟住成績就自然就會提翻高。所以我成日同家長講，與其喺 grammar school 嗰度做包尾，不如喺適合自己嘅學校度做前列。小朋友嘅心理健康同埋自信，有時係比間學校嘅名更加重要。總結一句，如果你注重成績、仲慳錢、學術型嘅學生，咁 grammar school 就會好適合。如果你着重全面發展、開心成長嘅，咁其實你可以考慮翻一般嘅公立學校或者私立學校。最緊要嘅係揀一間令到小朋友願意翻學、有自信、有動力嘅學校。如果你想知道 grammar school 要點樣準備，用咩教材先至最有效，例如 Bond、CGP、Schofield and Sims，到底應該點樣揀、點樣用先至最實用呢？咁而家我呢個部分就會同大家詳細去講一講。Bond 就係歷史最悠久，專門用嚟準備11家考試嘅教材，所以佢嘅市場定位好清晰，亦都係最多人認識嘅。但正正就係因為佢歷史太長，我認為佢有少少跟唔上而家時代嘅變化。如果你有留意同埋分析近10年至15年嘅11家試卷，特別係 grammar school 嘅，你會發現啲試題越嚟越難。但係 Bond 仍然係用緊舊嗰一套，有時我甚至會覺得佢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套成熟嘅教材，就算唔更新都一樣賺到錢。所以你會慢慢會發現嗰啲題目其實係偏簡單嘅，唔係佢特登整得咁簡單，而係因為佢用緊舊嗰套標準，但係考試嘅難度已經不斷咁提升。所以我嘅意見就係Bond 用嚟打好基礎係絕對冇問題，但係如果你淨係靠佢去準備考試，就絕對唔足夠。因此，我會建議家長多考慮一下其他嘅教材，例如 CGP。同 Bond 專注11家唔一樣，CGP 其實一直以嚟都係覆蓋好多年齡層同埋學術範疇嘅。好似我以前任教過嘅好多間學校，其實佢哋都會建議學生買 GCSE Revision Guide， 都一定係揀 CGP 嘅。所以佢個學術地位同專業度絕對係毋庸置疑。但係佢嘅弱點就係佢冇 Bond 咁專注11家呢個範疇，所以相對嚟講佢嘅針對性就會冇咁強。至於另一個出版商 Schofield and Sims， 佢同 Bond CGP 嘅定位又完全唔同嘅。Schofield 最大嘅特色，佢係專注一啲基本功同埋節奏訓練，題目嘅設計好有階梯性，由淺入深，一步一步咁帶住小朋友去提升，唔會一上嚟就好難，適合一啲基礎唔係太穩固，一做題就會好亂或者成日計錯數、睇漏試題嘅小朋友。佢最出名嘅就係 Progress Papers 同埋 Rapid Test， 短時間高頻率，專門練速度同埋準確度，呢啲都係 Grammar School 11家入邊非常重視嘅能力。
Schofield 嘅教材解釋得好清楚，版面亦都容易睇，小朋友唔會咁容易有抗拒，所以好多補習老師同學校都會用佢哋去鞏固一啲計算、閱讀理解、邏輯推理呢啲比較底層嘅能力。同 Bond 比起上嚟 ，Schofield 我認為更加貼近近年嘅考試節奏，而同 CGP 比起上嚟呢，佢就更加聚焦11加需要嘅技巧同題型，針對性嚟講係比 CGP 更加好嘅。當然佢都有佢嘅弱點啦，就係佢整體嘅難度其實唔算頂尖嘅，所以如果你嘅目標係考一啲熱門嘅 grammar school， 想衝刺一啲高分應付一啲最難嘅卷嘅話呢，其實用 Schofield 都仲未夠去做一個頂層嘅衝刺。我個人嘅建議就係用 Bond 打基礎， Schofield 去做一啲中段嘅強化，練速度同穩定性，最後再配合 CGP 去補一啲知識嘅廣度，三套配合埋一齊，咁就係最全面㗎啦。希望我今次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你有啲咩 topic 想我講嘅話，可以去下邊嗰條 link 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。咁喺個群組入邊講出嚟，你想我講啲咩 topic，咁我就會擺入個清單度一個一個去講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